我们全民健康检查的话是40到64岁每3年一次，那65岁以上呢就是每年都可以做。因为我们要服务我们37区的市民朋友，所以我们37区呢都会来办理，而且是有结合卫生所，我们37区卫生所通通都会办理。所以我们叫行动医院全民健检，就是把病院开到你的社区，来帮咱的民众来做健康检查，希望大家来参与。我们这一次的话，我们就是说把视力值做检测出来之后的时候，我们做一个分流的动作。它如果是屈光未矫正，就是说度数没有配好的话，那我们就把它转接到验光所。那它如果说是那个眼疾的话，我们就把它转接到眼科。那我们除了远方视力、近方视力，我们这次还针对那个糖尿病的患者多做一个阿姆斯特范格表，然后希望提早能够出现，就发现说，他是不是有黄斑部的问题，然后提早把它转介给眼科去做后续的处理。然后我们希望说，我们那个这样子的一个那个服务的话，希望能够对市民的视力健康能够有很大的帮助。先讲哦，老人联动哦，平时当来挂号做好，这最好，这服务做好，所有的以前的服务，我今年呢，感觉呢报就上好了。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因为行动医院已经执行20年了，应该有了哈，20年了啊，所以说累积了相当多的有用的关于市民的健康的资料，那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资料库。但是对于市民来讲，又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健康检查的机会，能够早期发现疾病，早期治疗。我们说很多市政是这个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身体的健康也是有则治疗，无则继续保持健康。所以说，我们也希望说市民朋友们好好利用这个台南市政府独一无二、又是非常好的政策，又实施了很多年，照顾市民的健康。我们希望说，对于行动医院，我们绝对是挹注更多的经费来帮忙。那这样子的话，一方面预防重于治疗，早期检查出来有问题了，早期借着健康行为的改正，或者是借由医生的介入的治疗，这样子的话，就对于市民朋友不会变成亚健康，甚至变成疾病的状况才去治疗。那对于政府来讲，这样也节省了许多的医疗支出，那是非常一举两得的事情。也希望说市民朋友们好好利用。了是阮家欢收看3月7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台南高都国际马拉松6号上午正式登场，将近16000名的选手天也未光，在现场准备。真侪点上嘛拢传各种的美食，替选手补充体力。特别是有店家门口冒插乌克兰的国旗，替因加油。去年因为疫情停办的台南高都半程马拉松，伫咧6号的上午热烈开走。有真侪选手伫咧天也未光的时阵，就已经到现场来准备。逐档上受到期待，就是伫咧比赛路面有各项的美食，除了会当互选手来补充体力以外，佫会当行销台南的破球类。如果再回到台南举办这个参加这个马拉松已经颇负盛名的活动，那可是因为今年又碰到了俄乌战争那我们一方面体育马拉松是祈求和平的，希望大家都能够期待有一个和平，所以说我们特别在现场的布置，不管是灯光或者是花，甚至口罩都是有这样的意涵。一方面力挺乌克兰民众争取自由的用心，另外一方面也是彰显体育追求和平的用心。今年美食补给站设置伫咧赛道17.5公里处。现场规摆各项的美食，互走者会当伫经过的时阵，适当的来补充因的体力。透过镜头会当看到有真侪蓝色、有黄色的乌克兰国旗。店家希望会当透过行动来声援乌克兰，来替因祈福加油。我们每年呢，在古都马的时候，第17.5公里处我们都用很丰富的台南美食有咱台南的沙白鱼丸，有咱台南的虾饼，有好食的卤味。有水饺，有饼干，古早的迄个饼干，所以呢，伫每一年的时候，我拢非常重视这种国际性的活动，所以阮今年想来乌克兰，阮家己感同身受啦包括
市长还是讲咱的市民，大家拢真担心迄个乌克兰的战事哦。啊，伫这个活动的中间吼，台南这个国际性活动的中间，我嘛希望讲，大家来为乌克兰祈祷哦，啊来甲因祈福，互因赶紧迄个战事会当平息。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台南市高中小学校长遴选作业已经启动7月上午教育产业工会以及教师会伫这位议员的声援，强烈主张遴选时应该尊重更较侪发声的管道，所以会中建议将教师家长会代表列入校长遴选委员会不同委员。为了让台南市的校长遴选更较民主制度化，真正选出优质的校长，台南市都要将原本行政规则提升为自治规则。7月上午，教育产业工会加教师会、第二会教育委员会等部分党派议员小厅，进一步呼吁爱加强老师伫校长编监当中的参与，甚至鼓励老师专门填写办学的问卷调查。同时，召集人可能嘛希望参考其他县市，将教师家长会代表列入校长遴选委员会不同委员。发一个公文去问教育部，讲这家长会代表是指什么？啊，结果咱教育部的回应，家长会代表指的是指出缺学校的家长会代表。那既然是出缺学校的家长会代表，所以我们台南市政府也做了一个调整，但是我们台南市政府的调整是一种代理人的制度，是一种代理人的制度。什么叫代理人制度？就是说，以家长会的代表是出缺学校的家长会有40几所，那30-40所的时候，可能找出1、2位或者3、4位来当代表，那就这3、4位变成是一个固定委员来遴选他自己学校的校长，或者遴选他校的校长。我感觉讲这是代理人制度，安尼较无符合民主的进步。在教育局的那个校长遴选的作业说明会里面，大部分都是学校行政人员，还有要参与遴选的校长会参加。可是老师们通常不太了解，一个校长要来学校里面，他的办学理念是什么。虽然说校长会去那个在那个办学理念说明会去录下他想要来这个学校怎么样去带领学校去成长跟进步，可是老师们通常不太知道说怎么样去知道校长未来的理念是什么，还有他跟我们的学校在发展的特色有哪些，所以我们会鼓励我们老师尽量去关心这一件事情。面对议会加民间教育团体监督，教育局强调选出优质的校长目标一致，在设计机制加科学等制度面一定会愈来愈完善。就是台南市整个的这个设计的机制光校长他要参加遴选，他必须要有相关的这个评鉴，这个评鉴就绩效的评鉴啊，就有32个项目。包括他的行政、教学、社区的互动、学生的这个表现，等等这一些有这个32个细项，其实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严谨的考核的程序的。那成员有包括问的成员会包括他校内的同仁，还有这个社区的家长会的代表，还有包括学生，还有学校的师长。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的对象被询问的对象说这个人表现怎么样，其实是非常的广泛。校长遴选如何朝向民主参与方向，拢有待努力。但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因家呼吁者有关女性权益加性别平等等议题持续被外界检验。对此，台南市政府林书处表示，有关女性公务人员，台南市对2018年到2022年的成长是6度上济，而女性主管的比例嘛是持续成长。希望对公部门带头，持续迎接性别优先的市场。这礼拜二3月8號，就是1年1度的婦女節，真濟女性不只係顧家庭，嘛需要兼顧工作。除了台灣的小英總統當選以女性當家做主，引起國際注目。台南市女性公務人員的比例，對2018年到2020年的統計，成長幅度嘛是6度上懸。另外，在市場每天9年以來，女性主管的比例對107年的33.2%，到
109年的37.7%，拢是持续成长。因为政府部门公务人员的禁用呢，它主要是以国家考试来录取分发，那包括未来它的签调呢，也是以人事法规来做禁用的依据，并不会说因为性别它的差异来做不同的录取的标准。那依据6都的性别差异比例的统计呢，那本府从2018年到2020年，那这个女性的这个公务人员的成长，分别从53.74成长到54.11。那另外，特别是本市黄伟哲市长上任以来呢，那女性的主管比例呢，分别从33.2，那进步到37.7，成长了将近5%。那对于一级的局处首长呢的禁用呢，也是本用人为才。那譬如说，像本府呢，目前有2位副市长中，那其中1位就占女性主管。那另外27个局处的首长中呢，那就有6位的女性的局处长。那所以未来呢，将持续根续呢，就是以性别的营造性别友善职场。为营造性别友善的职场，加落实性别平等，但市政府强调以人为才，绝对不是单一性别，而是全盘对性别的观点去思考。台南新闻顾志林跟采访报道。到了民进党议员初选的蔡丽青6号晡伫安南区安中路4段举办竞选总部新年大会。蔡丽青表示，到了政治以来清清气气，未来乃当当选4大任期，一定互选民有感。台南市议员蔡丽青竞选总部6号下晡伫安中路4段举办新年大会，现场3000名支持者将会场客甲满满，包含市长黄伟哲。前台南市副市长严顺祖、民进党台南市党部主委潘兴团、立委郭国文、蔡意瑜、台南市议员区里里、陈秋红等人，也拢到场为蔡丽青站车推荐，希望大家会当来看成。蔡丽青担任咱的台南市党部镇长，替咱民进党、替咱台湾、替台南做这样的工作。你看迄个立委的补选的时阵，蔡丽青去到电视这个人站过来安尼实在是真用心，命要也无风过过了有要紧无？无要紧哦。安尼无起诉尔，好甲在，若无你就真正危险所以呢，真正咱替咱党员努力嘛咱安南区在地主地，一个政治工作者的人格，第一个，咱就爱选出一个知影安怎感恩的人，毋是当选了后过河撇桥。参像这款的丽青。若当选了后，伊一天会当2天用，无分日甲暝，一直拼来回馈咱遮的市乡新时代。参像这款的人家的特色丽青，一定爱来3天支持，互顺利过关当选，安尼好不好？蔡丽青表示，从事政治以来，无任何金钱纠纷，也无利益冲突。未来若是当选，会争取经费，保存传统文化，甲大家行做伙。咱未来咱爱争取的不只是咱家活动的经费，要安怎保存我们的传统文化，发扬我们的庙宇文化。丽青和大家同款的信用，未来大家做伙行。丽青嘛要感谢阮安南狮子会陈进龙会长，跟阮全体的师兄师嫂，今日来到现场。安南狮子会30当来，他们从来都是男性会员，从来没有女师，但是这届打破传统。我们所有的师兄、理监事开会一致决议，让蔡丽青加入，成为我们安南狮子会的第1女师。我要感谢我们的师兄，感谢我们的会长。民进党将在4月11到5月30日期间进行市员电话民调。这次民进党在安南区提名3席，保障女性1席。蔡丽青表示，希望会当争取民调出线，为民进党在安南区再加1位女战将。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先气温节马上登来新闻现场。
北区的木棉花季5号盛大开幕，市长王伟亲自到场，甲民众做伙欣赏花海大道。市长表示，地方的特色景观是爱行销来带动观光，所以鼓励民众拢来北河行行。北河拿粗比木棉花季为3月5號到3月20號期間登場，活動結合當地社區、鄰近區域的青農以及商家，行銷咱市下來112線、第3線、第17線、第19架線、202線等特色景點以及產業美食，互來遮看花的民眾，不但有美景通好欣賞以外，嘛有美食通好食，真正是有食有看，夠有耍。白河木棉花季的开幕活动，很多好朋友今年盛况空前，由于这个气候的许可那没有下很多雨，所以说不会满地的泥泞，所以今年的游客我相信预期会比往年都还多，而且木棉花的花况很好，那所以我想今年应该是我们是乐观的期待，非常感谢水保局台南分局他们的帮忙，让很多的入口意向的部分都能够让这个木棉花。不管是主道或是支道，这个步道都非常非常的漂亮。那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卖点。那我们希望说木棉花季的活动要配合我们的农产品的行销，还配合我们新农人在这边一起来做一个活动的加持。民众若是想要来北河拿粗比木棉花季，会当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北河区公所伫花季期间，有规划一系列活动，有定点导览、艺文演出、拍卡送礼，有真侪美食特产单位，非常适合全家大小做伙来参加。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另外，西港公所为了促进观光，伫金沙里的道路边嘛种超过100丛的花基布。公所表示，这几天会陆续开花，3月8號道路兩邊的花季卖完工，來迎接3月19號花基布季的開幕，歡迎民眾做伙來觀賞。西港金沙里的花旗木，當地里面表示，目前攏已經準備要開花，大約伫最近這個天攏會陸續來開花。等甲長長的花旗木步道開花了，規條步道的美景實在非常的互人期待。你即屆花旗木的賞花季要閣開始咱的種花已經含苞待放阮公所佇今年有較特殊的講阮有叫咱的塑膠替代役佇現場做過來裝置藝術到時會當來遮甲因裝置藝術來做阮做點綴啦阮現場嘛種阮做個波斯菊啦閣向日葵希望會賞花的民眾到時會當來賞花這擺區公所為着要互規個步道更充滿藝術感，伫咧3月8號當地裝置藝術嘛會來完工，準備伫3月19號花季開幕的時陣，做伙提供前來遊客有更豐富的賞花感受。西港區區長林根漢表示，舊年因為有個路段花旗木有中斷，今年已經增加300-400萬的經費來延長步道的長度。阮即屆咱的因為阮舊年阮發現講咱的花旗木的步道有個部分有中斷啦阮所以阮就特別用了300-400萬的經費將個花旗木給延長給做較長的互會當來看來去踅較遠啦咱即屆我後壁面遮搭有款咱等下會當去看着有阮去做足個裝置的花架啦閣做足個點綴啦希望咱的賞花會阮的朋友咱會當來有一個較好的賞花的環境。這擺花期大約一直到清明的前後，3月19號以後，歡迎大家會當做伙小酒前來賞花。台南新聞劉品言採訪報道。東山區公所為了推廣區內農地產品加食農教育，特別伫文教營地設計環保賣獎加採收體驗的市集活動，相當的特別。市長委託嘛前往體驗，歡迎大家做伙來感受。這片2公頃外文小營地也被使用進前，由東山區公所代管。公所為了活化平面拍園，除了整理好勢，也將在地環保產設計成賣獎，將環保和指定農特產加觀光創意結合，拍算在今年頂半年陸續辦理主題式的食農教育。市長委託嘛親自到場體驗，邀請大家做回來東山遊覽。今天很高興，我們玉米迷宮，等一下來走走看看，走不走得出去哈。
真的是很感谢我们东山公所的创意发想哈。这个本来刚刚区长有说，这个本来都是一片杂草地，啊，今嘛把玉米种起来，啊，玉米你若知影讲环北比人较差不多跟人悲观，啊，这边种起来把它变成一个迷宫，哦，安尼是蛮好玩的啦，哈，啊，也是一个有创意的文创，哦，那在那边要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记得要来玉米迷宫玩哦。近年来流行实农教育，但是透过观光的行销，嘛要互民众更深入了解在地特色甲物产，进一步产生认同土地情感，同时成为真好的亲子教育。台新闻管制林英光采访报道。台市为提升偏乡学校的营养午餐品质，积极整合中央厨房，其中南华国小的中央厨房新建工程，伫各界贵宾的见证，正式举行动土仪式。为着要提升偏乡学校营养午餐的品质甲卫生，市府积极推动跨校的合作和资源的共享，推动中央厨房的整合，并伫咧3号日头早，市长会体协同台南市教育局长郑新辉，也佫有南华国小校长张立成，也佫有接受共产学校的代表，佫有贵宾，共同来参与南华国小中央厨房的动土仪式。作为一个午餐厨房的一个中央厨房的一个新建工程，总共这个新午餐厨房要花费3500亿，3500万元，3500万元。但是我们也希望说，这样子的话能够提升我们同学的午餐品质，因为它作为一个中心学校，能够供应周边学校的这个营养午餐，那让孩子都有新鲜的、热腾腾的午餐可以吃，不需要再去叫便当。那这样子在营养上、在美味上会做得更好，在成本上也会有效降低。那这样可以说是创造多赢。那我们希望很多农产品、食品都地产地销，那也希望说借着这样的一个部分能够既提升学童的品质，也活络地产地销的经济。这摆南华国小的中央厨房大约是111学年度会来启用，提供一摆大约是500人份的餐点。期待新的厨房设备会当提升南华阁有组定6间接受供应学校营养午餐的品质，互咱的学生会当食了安心阁有健康。透过中央厨房化，发挥了规模经济。那么像南华国小来讲，事实上它这个自己的学校之外，还可以再供应这个邻近的5所学校。那么这样的一个500人的规模，那么同样缴一样的钱，可是呢煮起来买菜又便宜，那煮起来可能又应该会是更好。中央厨房这摆得到补助3500万，希望厨房正式启用了，会当提供南华阁组定这老师阁学生有更健康优质的用餐品质。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感谢收看3月7号中嘉台南电视新闻，咱再会。